點解咁多上咗年紀嘅老朋友啊，入邊副計啊唔掂當，成日都要去十字廠打報告呢？幫白姑點個讚，認真聽啊！嗱，田七呢係我哋中老年朋友嘅好 partner 嚟噶，特別照顧啲紅色管管噶。嗱，靚嘅田七呢，主要係雲南文山嗰度產嘅，佢要生長3到7年啊，先會形成咗獅子頭、蠍子尾噶。睇落呢，佢係灰褐色為主嘅，因為佢同人參係疏堂兄弟啊，所以聞落去呢有少少參味噶。不過夠新嗰啲田七呢，佢係好硬噶，哇！你煲湯煲水啊，好難出味噶。以前呢，我哋係將佢揼碎佢嘅，而家唔同啦，可以直接打碎佢就 OK 啦。打完粉嘅田七呢，想知佢堅定流呢，我哋擺少少落個手度，慢慢咁樣捽佢下，佢會滲透喺入邊噶。聞落去呢係好香嘅參味，睇起身呢係綠綠地嘅灰白色喎。嗱，你直接擺少少落口呢，佢係苦後回甘，咁就為之靚啦。如果食起身係苦澀味或者甜味呢，咁就唔掂當噶啦。今日呢，用一個新鮮嘅老雞乸嚟燉呢個湯，幾片靚黃芪、節麥冬、搣咗核嘅紅棗，加120度嘅珠江水，2片薑，隔水燉佢個半鐘。嗱，湯就燉好啦，我哋放啲廣東小米辣落去，等啲湯啊凍到50-60度嘅時候，我哋攞半匙羹嘅田七粉，用湯嚟開佢。嗱，靚嘅田七粉呢係好容易溶喺啲湯入邊嘅，將佢倒埋落啲湯嗰度撈勻佢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嗱，成個湯嘅顏色呢非常之清啊，飲落去啊參味濃郁啊，而且喺個口度回甘好耐噶，正啊！關注白姑，日日有靚湯。